等等，今日2026年5月10號，我真係為咗去種花，今日行咗1萬步，耶！不過又再買麥當勞食，買咗麥樂雞同埋新出嘅批。唉。雖然行咗消耗卡路里嘅，跟住都係食翻啊！跟住如果呢個戒唔脹，跟住單點自己買可樂。我最中意換咗呢個 iPhone 14，即係感受到金錢嘅威力。而家就係用緊 iPhone 14，但係其實大家都已經出到 iPhone 18。點樣可以行多啲路？戒唔住，本身諗住買麥樂雞定係買包，因為買麥樂雞嘅價錢等於2蚊買麥樂雞就買巨無霸。同埋呢個批，我第一次食嗰陣時係喺買將軍漢堡，跟住咪見到有卡，意外地好食。佢係嗰種酥皮，但我想我好細個，我諗住最後先食。咁大個咯，但係咧佢有限埋就喺呢度咁樣比較咁大個，塞翻入去先。咁仲未見到有效，打開係咁啦，冇行上去新汗，諗住好耐冇拍過，加上買咗新機，所以就拍下。好啊，諗住都係一路煲下劇，一路夠食。咁啦，拜拜。